一返屋企就亂除鞋，鞋頭向內或者堆到亂七八糟。你知唔知咁樣做，等於將出面啲病氣、霉氣全部引晒入屋大門，係屋企嘅納氣口，鞋底踩滿出面嘅污糟嘢。你咁樣搞，財神行過都兜路走，難怪你成日唔舒服，做嘢又處處碰壁。點樣化解？教你3招極簡方法。第一，鞋頭永遠要向外，或者打側擺，寓意步步高升，將衰氣踢出街。第二，鞋櫃入面放幾個炭包或者茶葉包，吸走晦氣。第三，喺大門口放一張紅色或者灰色嘅地氈，將啲泥沙同衰氣徹底擋喺門外。呢套玄關擋煞局，平時風水諮詢收幾萬蚊，今日免費拆解俾你，即刻點讚收藏。今晚執好個鞋櫃，喺評論區留低一句出入平安、招財進寶，幫全家擋煞刑福。